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去年头通过的客家基本法过后，国家考试的公务人员和普考随增加的客家事务行政类科竞争非常激烈的，像高考包含增加人数，总共676个人，67率能2%耶。许多去年高分落地的考生，打算今年7月的再过来考，没想到今年高考能存到1张名额，普考和半张名额入幕。故所好假如有人建议来开客家国事会议，向下检讨客家基本法实施1年来到底有落实无？中央署陈清伟带我们去关心。因高上高下地方不是办看板杂杂的，国家考试676率一直以来主动带，我还有当多人想抗议去蒙铁反问。今年高普考也伫抢添名额，总共有2180个，也系最近10年来青岛的。不过客家高普考类科，连到对去年9个名额，讲到抢存一个普考还无办呢。今年100人，结果客家事务行政就只有高考3级，有1个名额。所以我们也感到很惊讶，因为事实上去年，增设这个客家事务行政类科以后，也希望每年都能够持续有这个类科有这个缺额，那结果今年是普考没有。高一是没问题嘛哈，因为没一旦是没嘛哈。不过因为去年开始政府开始推客家基本法，客家基本法推了后。让其实推出有10个啥安尼名额出来，所以大家非常欢喜，讲确实咯，台湾的行业有机会透过呢考试安尼国家的非常正式的个管道去做公务人员，为到客家为到国家服务，非常好的政策嘛本上希望讲今年多个增加变到20啥，变到30啥。结果发现讲今年就3天国家基本法草案修正通过。立法院去年3月的3套通过实施的客家基本法，其中第7条因应客家公务的需求，政府应该透过国家考试加添客家事务行政相关的类科。去年99年的时间了，客家基本法通过以后，你做了考试院、考选部的沟通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就有一个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地方政府考试。地位有整列客家事务行政类科。照统计，去年国家考试加的地方事务行政类科过后，高考676年，普考3年，去年带地方体考免633年，总共有12个名额。不过大家都没想到，将天年名额一下要减少很多。所以讲全国很多考生，很多客家的乡亲，很多字体都根本经验可能把。嚟講應該係失望啦嚇，因為講一方面嚟講，一方面講同公嘅立場嚟講，也係客家基本法，也政府嘅國家政策。另外一方面嚟講嘅話，就講也考生嚟講嘅話，因為台灣係講也考生對於係咪也專業人才對於客家鄉親嘅服務方面嚟講嘅話，也應該當好嘅事情。但係因為我想到 NTE 嘅做案嘅團體嚇。基本上是講因為去年確實名額雖然講唔係講當多，不過有安因嘅因素其實是唔做得。像所以去年還是有2屆學生是有準備還有未考到。按今年嘅情形存到2張名額基本上對報考嘅兩個學生是為起到兩冇乜解考慮所以兩對後生人來講係一張壞消息啦。講最睇係學教嘛學生原來講我從事嘅客家認同、客家研究佢除了我對客家文化有興趣以外，還做咧為到行呢條路還做咧服務社會結果三冇呢條路上邊讀實係同到一張名額，呢對學教嚟講大家非常安泰啦跟咱班人按樣班人鼓勵後生人講去讀客家學教咧，讀客家學生呢。就是說，所以焦點事件，你如果大家分享那個法案的通過，或者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那個什麼客家高普考的這一些，為什麼會有客家事務行政高普考？當然，其實它跟客家基本法是有配套。
客家学院学生的同专心头上课，佢唔单想追求知识，要同想用自家专业转故乡服务。今年同研究所1年生李依田，最因为想参加国家考试，走咗嚟讀客家學院。看到嘅時呢，感覺政府在開玩笑，因為去年就只有考6殺，結果今年只有1殺，感覺點點多都唔好。因為去年係1年公布講會有客家行政嘅高考咩，嗰時候其實就談動啊，就接聽講啊，為了報名報客家研究所。還有嘅學生嘅新冠夜搶上考普考聽聽，準備1年看到報名簡章，爭啲完全冇名額，唔對樣解釋。我知道就懂事夢，因為我本來就會想要考普通考試，但是就幾筆按少，我就感覺到那會因為會按嚟咯，因為我剛開始準備聽聽，就想講普通考試這適合我按嚟。做按呢東西就講，雖然講短期來講看唔出乜嘅太影響哈，但你講假使講係講長期就還未冇人落去哈，你考試一樣來準備的哈，因為講一般講準備到考試哈，你講冇半年哈1年哈，差唔多當然就2-3年的準備來考試哈，突然發現到冇按的考試嘅，好也是嚟唔單是冇問題。對國家考試長期來看，當年11月內，考試院銓西部同杭州嘅人事行政區呢兩隻分發機關，會統計用人死去嘅類考，非正職期過後，將報盤考試部而考驗名額。考試院會通過過後，將會對外公告本學生嘅報名考試。不過，各級政府同當年代之前提報名額進度，一槍停到考試嘅時間。主要的問題是講，中央在辦，組織在造，中央的各部會都得來做組織在造時，名額也好，冠等也好，職等也好，通常得來做重新的安排。所以秦東英又給模補出來各縣市咧還有22個縣市就按你客家的專管的單位。也開始起步中啦，七手八腳也冇想清楚，冇報咧係出來。因為1年家就開始調查，但是呢誤讀嘅改制以後其實行政類考嘅人員掹出來，故說目前係1殺高考嘅名額，但是呢7月15號還會有第2次嘅整列嘅名額。以下所了解呢，有幾隻機關啦，我陸續來提出來。今年唯一開出高考名額係台南市政府，我除咗出海是誤讀同桃園、屏東有的縣市由客家事務局處單位嘅，為匯報客家事務行政類考，其他客家縣市辦隻名額沒冇，就像苗栗縣今年只缺總共有102例，冇一隻係客家事務行政。苗栗縣政府這個所有的書證大概都是以客家書為主軸啦，所以也就沒有特別設立有關這個客家事務的一些相關單位啦。那這個既然沒有這個客家事務的相關單位，就沒有客家事務、客家行政的這個組委嘛，就沒有這方面的族系。苗栗縣有65%嘅行業，客家公務人員比例大體嘅咪係65%，也咪看得出唔係地方政府唔想錄取用客家事務行政類考公務員，也係咪講制度上有乜嘅問題呢？客家事務行政是歸一般民政，但是有一些地方機關，他可能辦理客家事務工作的，他不會把它歸一般行政直系。那一般行政直系的話，他就不能提報到客家事務行政類科來，所以可能他就只能提報到一般行政類科去了。我想這個當中應該是在乎那個地方首長，還有客家事務相關的決策者的重視的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來講，就是說，可能我們知道這一些開缺的部分是從各縣市報上來到考選部。客委會當然，他將來可能要扮演一個中介去協商的角色，就是希望各個地區能夠盡量禁用有客家高普考試的這些公務人員然後來服務。我想這個部分是一個雙贏。
考选判认为，地方政府已将对行政镇内分类的检讨用务费，学术界希望学委会做得表现出行客积极的态度。有缺冇缺的东西，我想当然唔系学委会本身的责任啦。不过学委会作为你全国的等个等从老等关心客家事务，当然做得是讲相关的咨询哈，做得本大家了解参考哈。按因的缺经验系讲经验之前啦，盲眼系唔系穷人思春的沙眼，其实按因是变不会当严重啦。高考、普考。如果科委会能够在每年报的时候，自己先释放出一个名额，就是说让这个考科成立以后，然后因为可能有地方的部分，它的在报缺的时候，它可能要衡量跟一般行政跟这一些的协调的部分比较慢至少还有机会让它可以增额的部分但是像今年因为普考没有开缺考选部他也不会去请人来出题，所以这个部分就产生这个问题。不过客家事务并唔係學委會一個單位嘅事情，輕重要還係地方政府清楚提報明額，提供禁用客家行政公務員對客家文化發展嘅重要性。要做兩乜嘅事情就推翻學委會啦，因為也係各單位一向嚟協調，尤其講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方面真係要輔導係自己對客家基本法了解，個按照客家相關嘅行政單位，佢一協得到客家委員安太幫忙嚇。但那個一方面咧，敏感度佢唔拉。考用合一嘅意思講，各單位就缺額送出來，國家考試就按樣類科，我也冇缺，冇個名額其實考用也冇用啦嚇，所以學委會一條來好大量的哦，各單位去拜通嘅呢。所以今後像這種比較特殊的類科，我們考選部可以來積極。再來和行政的課委會來協調，希望能夠踴躍來提報缺額。學術界咩時候對客家高普考名額有時有，有時冇，看得出客家基本法40年來嘅相關嘅權利，竟然還係無清無楚。故所有人建議召開客家國事會議。基本法第8，有講客委會冇咗政府最高客家機關啦，它針對某些特殊的需要，客家社會特殊的需要，它可以召開國家的會議，像為了國普考呀嘅事情值得來辦一個國家的個會議啊，來討論呀事情。希望透過大家案來發生來看清到問題到哪位，過去就基本法嚟咩唔過你嘅基本法而落實到各個部門係無清無楚，大家唔點樣乜嘢來了解啲呢客家基本法做得為到人哋個機關，為到你件事情做乜嘅事情啊？所以因為講其實係一個總統嘅就傾向嘅政策點啊。對1988年萬我模擬運動以來到今，托積極爭取客家平權的過程地度，客家基本法的立法、客家事務行政列作國家考試，除咗本人看做嘅法制化重要里程碑，客家有設計嘅社會需求面。今年名額變化，雖然做得看做嘅過渡期，難擺按樣變做係當年天初考嘅喏，確實係各級客家政府而重視問題。